来第一集，真主上帝做天地，为光为暗无人为，日日做日日光明，世界万民共乐意。第一日我看见光，万有恩看为见，神甲无败的人间。第一日我人捌你，我决心要改变，已经无算相信做，有心开始有结束，存在有恩望的路。第一日我行天路，无提后志有向前，一直添到终点，更会创造喜迎线。主的功劳大无比，拯救灵魂拢免死。耶稣海大甲世，诚心敬拜独上帝。这个回应是咱请咱大家注意，第一节，所以咱拢看咱的这 PowerPoint 的第一节到5节，其中第2到第3是新的词，所以咱看 PowerPoint 看信息内底第2到第4无事好，以上就是到这，若有手机的请将转做震动，多谢。
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乐入伊的院，就感谢伊阿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甲用圣诗第15首，万有光明极美丽，来阿乐主上帝，请起立。咱犹原徛伫一声用速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入本场比列岛入台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到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那坐伫全能的马，上帝的大名，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信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角用诗篇第24篇，启应文第9篇来启应。地甲地上的万米拢属上主。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
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祈求上主。城门啊，就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伊是百姓的上主。城门啊，就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人？伊是荣耀的君王。同心祈祷，圣在，圣在，圣在！你是荣耀、尊贵、甲权能的主宰。对你神圣的光照，愿信任家己做的本性。透过耶稣基督是你价顶的救恩，洗清阮的罪。互阮甲主结连来建立合宜的关系，让阮的生命受改变，成做你圣洁的子民。求主顾念阮是软弱的本体，当阮面对身躯病痛、心灵忧伤、工作甲生活的困境的时阵，亲爱的主啊，你知阮的需要，求你引带阮。保护阮也过这一切的患难，使阮心内有平安甲喜乐。求你帮助阮看重生命学习的功课。当阮面对人生中无同的选择甲挑战的时，阮要搁一摆想起主，你是创造的主，主你是一切的源头。阮的一生拢有你定着的旨意。只有单单倚靠你，安静听候你，阮就要看起你伫阮生命中奇妙的作为。阮也要伫世上成做光，光照四周围，搁追求真理甲公义，用疼甲包容来款待人。求你赞阮成做别人的祝福，来见证主。荣耀主的圣名，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圣歌队用主祷文甲圣望爱来赞美。
请听圣经的话，记载伫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5节。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地是混沌，也未成形，深渊的顶面乌乌暗暗。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上帝讲：着有光，就有光。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甲暗分开。上帝叫光做日时，叫暗做暝时。有下午，有早起，是头一日。今仔日老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头一日。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疼，互阮会当踮伫2024年头一个主日，阮三主日踮伫你的圣殿中间，做伙领受你的话语，也做伙敲吹你踮伫阮逐人生命中间的心意。愿主祝福阮，互阮踮伫每一日，阮勇敢向前来跑走，也踮伫每一日，阮通领受新的开力。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也这来平安。今仔是2024年头一个主日，透早入来，大家讲新年快乐。嘛，雄雄想到讲，原来跨年已经一礼拜啊吼。
每一年到伫跨年的时阵，咱会用侪无共款的方式来纪念这一日。我就想到讲，古早进前住伫东海岸的时阵是虾米款的情景？东海岸，逐个人踮伫要跨年的时阵，逐个人拢讲要来到伫太平洋的边仔看虾米？第一道曙光。我头一年去台东的时阵，我想的嘛是安尼。你想看觅？普通时拢爱坐火车，想尽一切的办法，赶到伫12月31爱到伫迄个东海岸的边仔。即马住伫东海岸的边仔，安尼应该足方便的吼。所以就足欢喜的，赶紧招青年讲12月31暗暝，咱来图书馆遮做伙食饭，住伫教会，隔顿工早起，咱来去海边仔看日出。咱想看觅遮个青年拢啥物款的反应？无人想要参我。但是因可能勉强互我一寡面子，拄来到伫遮好啦，无咱就来去吧。所以真正透早爱足早出门了，3、4点就爱准备出门，所有人拢包甲会当穿的衫全部拢包起来，大概拢敢若剩目睭看会着那尔。行到伫三仙台，行到伫三仙台，搁行到伫遐搁无够，搁爱行到伫迄个桥的对面，搁爱搁行过，行到伫遐找着个侪人踮伫遮，应该这是一个袂歹的所在。然后风足透的，足寒的，逐个人一直看，因为新闻拢会甲人讲，迄个几点几分会有第一道曙光。大家人都徛伫海边仔，互海风一直伫遐咧扇，一直看，结果咧，啥物拢看无，然后慢慢奇怪，毋是新闻，毋是讲5点几分会有第一道曙光，即马都已经6点啊，慢慢天就光啊，这就头一日，这就是新年跨年的头一日。无怪，遐个青年拢感觉我咧讲即句话的时阵，无人想要甲我插，因为因讲10几年来从来毋捌有人踮伫1月1号伫三仙台看见曙光过。伊就讲你要看日头吼，经一个暑假的时阵，任何一天你拢看有，但是要踮伫1月1号看到曙光，这是无啥可能的代志。无论安怎，这就是第一日。咱会期待第一日，因为迄个第一，咱咧期待会有新的创造，会有新的代志会发生。今仔日咱读创世纪，创世纪的一开始也是第一日。踮伫创世纪的一开始，伊就讲啥物？伊讲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这个起头是啥物？所有代志的起头，所有一切的起头。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情景呢？讲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唯一会当动作，唯一会当创造的人就是上帝。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咱无法度完全了解，讲到底迄个起头的起头是什么？不过咱会当了解的是，创造这项代志带来新的开始。创造嘛带来超越过咱会当想象的结果。是世界甲人类的创造，是以色列的形成，是新耶路撒冷的产生，是罪人得到赦免，会当得到新的活命的开始，也是末日新天新地的愿望。这是新，这个开始代表所有的事拢对这开始发生。当上帝踮伫起初，伫迄个起头创造天甲地的时阵。邀请全世界，邀请咱所有的人要加入踮伫即个剧场中间，咱亲像咧看戏共款，咱亲像咧搬戏共款，咱受邀请进入到伫即个空间，进入即个空间，遵守上帝的指挥，向前来跑走。所以，当咱每一摆咧读创世纪的时阵，咱会当缀着伊的文字，一直咧来想象。到底迄是虾米款的情景？
一开始就讲地是啥物？混沌也未成形。读到伫遮，逐摆拢想到啊，这到底佫是啥物款的情景？如果一切拢还未成形，啊，迄是一个啥物款的画面？如果咱受上帝邀请要进入看即场戏的时阵，啊，这到底是啥物款？啥物款的情景？啥物拢无？啊，啥物拢无？到底佫是啥物？我逐摆咧看的时阵，这哪亲像迄个咱古早看电视拢有一个画面是啥物？咱知无？电视若是歹去，也是无讯号的，会走一个。我袂晓形容迄个画面啊，都是一个黑白伫啊，一直跳啊！咱完全看无，这到底是一个啥物款的情景？咱想要去看，但是哪亲像啥物拢无。全部的物件拢哪亲像点去共款，就点伫遐，啥物拢无啊！一切拢真混乱，无任何的规则。所以咱唯一会当形容的，就是真正啥物拢无啊！如果咱是一个受邀请要进入要看即场戏的人，比如讲地是一片混沌，然后所有的代志拢还未成形，咱咧看到真正啥物拢无，然后继续讲。有上帝的神运行点伫水面，有上帝的神运行点伫水面的时阵，原来有水哦，原来有水，有水了后，上帝的神哪亲像啥物？为什么人会知上帝的神运行伫水面？因为上帝的神的意思是啥物？风啊！上帝的神的意思是有风。吹伫迄个顶面，有风吹往迄个看起来全部拢点去的水面，一阵一阵点伫遐咧吹，对完全无震动到开始大震动，愈来愈明显，对真到伫强，一直伫遐咧吹的时阵，这就是上帝的神，是上帝的气，进入到伫这个看起来啥物拢无的大地，互迄个啥物拢无的所在。开始产生了变化，搁刷来有声忽然间出现啊！有声，上帝讲：着光就有光，着光就有光。逐摆咧读的时阵，我搁要邀请咱大家搁想一下，这是一个啥物款的情景？上帝讲着有光，然后后一秒咧，咱亲像拍迄个 spotlight 了。拍迄个spotlight，忽然间砰！上帝讲：着光就有光。有一个声音缀着上帝的神，缀着迄个气，就安尼出现啊！着有光。当光来临的时刻，咱才知影讲，原来有啥物？原来有光，也有黑暗。是因为有光，咱才知影有黑暗。所以整个的世界就安尼。变成做有光明甲黑暗的两边，有光的这边，也有黑暗的迄边，愈来愈看见所有代志无共款哦。一开始咱看的时阵，那亲像是一个啥物款拢无，啥物拢模糊，啥物拢看无的所在。忽然间风吹来，风吹过来，上帝讲：“都要有光，随时就有光。”搁刷来，上帝搁讲：“上帝看这个光是好。”就甲光甲暗分互开，光缀着声音出现了后，人才开始会有感受到，原来光对上帝来看是好，是美善；暗对上帝来看是恶，是歹的事。原来咱才开始发现，咱进入到伫这个剧场咧看戏的时阵，每一个看戏的人也必须爱做出选择。如果是安尼，咱会属伫光的这边，也是黑暗的这边咧。到底咱是属伫倒一边？上帝继续对咱讲：上帝叫光做日时，叫暗做暝时，有下午有早起，这就是头一日。就踮伫这个分开的行动内面，咱开始认捌什么是头一日。有下午时，有早起时，有日时，有暗时。这是头一日，上帝的创造日时甲暗时。第一日，然后人有时间，所有的一切
在伫伊的气，在伫伊的神所运行的中间，缀着伊的话语，伊讲着光就爱有光，缀着伊的话语不断地向前。咱看到全人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故事，看见咱进入伊的丰富，咱也是伊所创造。这就是上帝创造的头一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也有坐头一日对啊。我毋知影，若是咱来算看卖，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偌济头一日，算袂了吧？咱的人生中间有足济的头一日。问咱大家，如果咱有囡仔，你还阁会记你当囡仔要出世的头一日是虾米款的情形无？当囡仔要出世的头一日，你有虾米款的情形？我阁会记你盼要出生的时阵，迄天因为带新港到伫病院爱1点钟，所以阮一直算袂出来，我到底什么时阵要载牧师娘去病院？阁会记迄个暗时，牧师娘阁去聚会去唱迄个社区妈妈合唱团，转来了后就开始甲我讲，敢若有小可咧疼。小可咧疼，到底是疼到什么程度爱上病院？我嘛毋知。那亲像愈来愈疼，我阁就敲电话去问迄个王荣德医师的后生，问迄个王道仁牧师，伊是医生嘛？伊当时踮伫东部咧服侍，我就敲电话问伊讲，我到底什么时阵爱上病院？伊听伊讲，我感觉。恁会当去啊？所以就开始出门开车，踮伫路里，就愈来愈疼到已经讲袂出话，就安尼送到伫病院也真紧，真正走真紧，立盘就出事啊！踮伫一切的混乱中间，就忽然间，我诚做爸母啊！这就是头一日，敢毋是？这是头一日，然后头一日了后咧，愈来愈混乱，因为佫煞来，囡仔想要食年要安怎办？要换流珠要安怎办？佫来，到底爱做啥物事？这就是头一日，敢毋是？咱还佫会记你囡仔去学校的头一日，佫是啥物款的情景无？囡仔去学校的头一日，可能囡仔足期待，可能爸母佫较期待，爸母会佫较期待，赶紧去，然后替伊穿好伊的制服，准备好册包，带伊到伫学校，就要进入教室内面，甲爸母分开的迄条，通常会发生啥物代志？通常坐囡仔就开始踮伫遐咧吼，因为边仔的人拢是伊所无熟悉的。开始伫真大的混乱中间，有的人已经咧哭啊，有的人佫硬爱足平静的，但是心内底拢足紧张的。忽然间，一个青云人行入去教室内底，甲大家讲啥物？大家好，我就是恁的老师。就踮伫足紧张，伫遐咧哭的情景中间，咱嘛经过踮伫学校的第一日。佫会记你结婚的时阵，第一日到底是啥物款的情景无？对开始要准备婚礼开始就安怎？定甲青年伫遐咧互动，我拢会问因讲：恁到底有期待啥物款的婚礼？有的人有想法，有的人无想法。但是无论安怎，都是拢踮伫足无用的中间。毋那是青年人足无用的，两边的爸母嘛。共款拢足无用的，逐个人拢足紧张的，赶紧爱准备好势，要请啥物人客，要订啥物物件，确定所有一切婚礼的定序，到伫要行入礼拜堂中间，通常徛伫头前咧洗浴的时阵，头壳内底咧想啥？牧师，你赶紧问啦，我赶紧讲我愿意了后，这一切就会当结束啊！礼拜结束了后，搁去食饭，
请人客啊，反正新人都是一直笑就对啊，新人都是一直笑，等边仔的人甲你翕相，笑了啊，啥物物件拢过了，然后大家人恭喜，这都是结婚了后的第一日，这是第一日。啊，我毋知影咱搬厝的第一日，佫是啥物款的经验无？搬厝的第一日会是啥物款的经验？伫旧的所在要迁徙到伫一个新的所在，啊，对透早开始就无用的，因为已经甲所有物件装入去箱仔内面，准备要搬遐的物件入去迄个搬厝的车内面。啊，逐个人一直踮伫遐咧无用，踮伫遐咧无用，赶紧搬起哩，甲物件拢set到好势。敢若上重要，就是爱拍开今仔暗时会当困的，迄个箱仔。踮伫一切的混乱中间，这就是头一日。你搬厝了后的头一日，咱阁有一头一日，毋知影咱还阁会记你失去至亲的头一日，阁是啥物款的情景无？你失去至亲的头一日，踮伫坐行行、艰苦、目屎、甲毋甘的中间。忽然间得到一个消息，你至亲的亲人离开这个世界，头壳内面一片拢空白。赶紧有牧师来祈祷，有兄弟姊妹来关心，然后爱联络、爱处理这一切事的人，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哪亲像甲你有关系，嘛哪亲像一直咧期待讲，这敢会当是幻觉，敢会当是一场眠梦尔？这个时间点，哪亲像活伫另外一个时间甲空间，咱失去存在的感受，这也是头一日，敢毋是？这一个礼拜，大家人也足无用咧选举，啊，咱敢有想过选举后的头一日？佫是啥物款的情景无？所有的扰乱，所有踮伫遮吵吵闹闹的一切，忽然间会踮伫迄个时刻，就拢点去啊！有的人会欢喜，有的人会忧愁，有的人有期待，有的人也面对着期待的落空。无论安怎，都有缘爱继续向前行。所有吵吵闹闹的事，拢会归回到伫平静，继续向头前来跑走。这嘛同款，会是头一日。人的一生会充满济的头一日。伫遮尔济的头一日的时阵，咱看到的到底是啥物？踮伫创世纪内面，咱看见头一日就是上帝话语介入的开始，是上帝创造的起点，是每一个人跟对上帝的开始，是咱也正做新创造的人的开始。但是，亲像头拄仔所讲的，伫迄个创造的头前，就迄个头一日的头前，甲后壁到底是啥物款的情景呢？大概咱会当发现，原来人生会一直踮伫混乱的中间，踮伫创造的头前，咱看起来就是一切模糊无明。踮伫头一日的头前的时阵，啥物拢模糊无明，啥物拢真混乱。啊，一直踮伫混乱的过程中间，听候着迄个时间点出现，就是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上帝讲你真做爸母，你就真做爸母啊。上帝讲你真做一个学生，你就真做学生啊。上帝讲，然后咱就忽然间发现讲，咱进入到伫一个新的处境内面，但是进入到伫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处境、新的环境的时阵，咱有发现无？后壁佫是啥物？后壁佫是继续混乱，敢毋是？后壁敢毋是佫继续混乱？对，你做爸母的头一日就欢喜的，但是你做爸母了后就安怎？都开始烦恼啊嘛！开始烦恼足侪项代志啊！啊，做学生的迄一日，爸母嘛足期待，
赶紧囡仔会当做学生啊，我就会当卖24点钟甲伊做伙啊。但是当伊正做学生的迄个头一日开始，后壁咧，你搁较有愈来愈侪的烦恼。咱拢踮伫不断的混乱中间，一直咧敲找原来上帝的创造一直存在，这是稳定的。原来上帝的创造踮伫咱人生中间有遮尔侪的头一日不断出现的时阵，这就是稳定。所以虽然踮伫三仙台，逐年拢踮伫遐足寒的，啥物拢看无，但是悠然有相当侪人踮伫遐咧听候。悠然逐年拢有遮尔侪的人要组织踮伫遐，为着这个头一日。顶礼拜咱踮伫教会内面跨年嘛是一样。我甲大家分享讲，我从来毋捌想象，原来咱顶礼拜有遮尔侪人会来啊！我敢若知影，市台南市政府讲要办这个共振的活动，啊，我嘛毋知影原来踮伫市内有遮侪人咧宣传，然后当咱要办这个共振的活动的时候，会遮尔侪咱毋捌做的人，都带着期待，组织到伫咱的礼拜堂中间。所以迄一日，咱嘛是哪看哪咧想，啊，等下要安怎办？啊，当所有人拢踮伫外面咧排队要共振的时阵，大家人拢足欢喜的，但是我心内底足紧张的。咱知影我咧紧张啥物无？我到底会赴踮伫12点进前，互遮的人拢讲好了无？这就是头一日踮伫混乱的过程中间咧敲找上帝的带领。头一日的头前看起来啥物拢无明，头一日了后差别是啥物？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光要一直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永远拢有头一日。所以迄个头一日话是咱决定要军队主的头一日。迄个头一日话是咱下一个决心，我要正做新创造的人的头一日。迄是我踮伫济混乱、踮伫济艰难的中间，我下一个决心讲，是主你的话安慰我、鼓励我，迄也是头一日。踮伫2024年头一个主日，咱踮伫经课表内面看到另外一段的经文出现伫马可福音内面。马可福音第1章4节到11节的经文咧记载啥物？伊讲约翰被办道路了后，佫刷来重要的是啥物？是耶稣基督的洗礼。当约翰踮伫约旦河为着耶稣行洗礼，对水起来了后，就看见啥物？天开，有子啊降临踮伫伊的身上，有声音对天顶来讲啥物？你是我所爱的囝，我意爱你。这也是头一日，是耶稣受洗的头一日，是伊领受吊命的头一日，也会当讲，都是伊面对伊生命艰苦的头一日。但是这个头一日拢是啥物？咱有发现无？拢有上帝的声对遐出现。上帝讲：爱有光，就有光。上帝的声对天顶来讲，这是我所意爱的囝，我意爱你。当迄个声音出现的时阵，咱就看见咱的生命要进入新的一日。混乱甲变动的人生，是人生会定定发生的代志。人会一直想要用咱的方法，用咱济计划手段。想要爱讲，互咱的人生照咱家己的计划来向前行。但是，当咱愈想要控制一切，就愈会发现讲，原来人生就不过踮是混乱的中间尔。人生不断地踮伫混乱的中间，踮伫这个混乱，咱有行行，有看路。毋过，上帝创造的头一日，伊的话语所讲的头一日。这是真实的福音。上帝的声音一直存在，
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的声音一讲话，咱就看见新的代志要发生。咱会看见，那亲像伊讲爱有光就有光的时，上帝也咧讲，无论踮伫什么款混乱甲变动的局势内面，毋通惊，因为有光明就有黑暗，有美善也有邪恶。总是上帝的创造要对这点开始，永远无结束。咱拢有头一日，今仔日是咱带着愿望行伫这条路顶面的头一日。听到上帝的话，听到金丝的声音，听到福音的真声，听到兄弟姊妹三招呼的声音，咱拢在见证上帝新的创造已经踮伫咱的生命中间。这是头一日，咱听见读上帝话语的时阵，迄个爱有光就有光的应允，会踮伫咱的生命中间掌权。当咱感觉伤心、艰苦的时阵，咱会受到安慰；伫咱失落的时阵，上帝会听咱心内底的声音。当咱惊迷失的时阵，咱会受到上帝的引带；伫咱不安的时阵，咱会得到勇气。光的创造就是安尼，对起点到伫终站，永远无煞。咱会因为这份信心，通得到生命的祝福。借着这份信心，咱会当向前来跑走。新的一年，头一个主日，这是头一日，踮伫你的心内底，你有甚物款的决志无？你有甚物款的愿望无？借着这个愿望，咱会当看见上帝创造的形象，会不断踮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受邀请进入这个世界，也咱看到创世纪的后壁，上帝创造人，将管理的责任交代予咱。咱何等尊贵，领受这份使命，要向前来跑走。愿咱踮伫新的一年，伫头一日，每一日拢是头一日，每一日拢是领受恩典的迄一日。每一日拢是经验上帝创造的头一日。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头一日，我看见了光，我看见了暗，我看见了善，我看见了恶。头一日，我认捌着你，我下定决心，我无搁一样。我正做新创造。头一日有开始，有结束，有期待，有失落，是存在。头一日伫路上行往前，自起点到终站，光的创造永远无煞。这是头一日。愿咱对新的开始，行伫上帝的光，听见上帝的声音，咱就看见新的创造。请咱同齐来吟这首圣诗，成做咱的回应。真主有上帝去造天地，为光为黑暗无可人为，迷灯随起灯迷，心情把迷共落去。
日我看见光，马虎暗看过见。善甲好歹的面前，地起之起我自今巴里，我是今未改变，已经无相正心造。有心开始有结束，存在有远望是路。日子我行天路，无提高只有向前，对起点行到终站，更加创造是形成。主的功德大无边，拯救你幸福龙变心。天下四海大合适，星星敬拜道好兄弟。同心来祈祷，注点伫2024年头一个主日，愿来到伫你的面前，愿听见你的话语讲，就有光就有光。愿知踮伫阮的人生中间，无论踮伫什么款的处境，是患难，是病痛，是艰苦，是混乱，是惊吓，是看路，愿拢踮伫你创造的内面。所以，当你的话对阮讲话的时，愿知每一日拢是阮受创造的头一日，每一日拢是阮领受恩典的头一日，每一日拢是新的。这个新的恩典永远无煞，要带阮向前来跑走，要赐予阮新的愿望，互阮的不安惊吓拢受到你的安慰，互阮的看路踮伫你内面，通得到消除，互阮会当每一日拢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那亲像耶稣受洗迄一日，听见有声音对天顶讲：“这是我所听的囝，我意爱你。”愿也是你所意爱的囝子。愿主带阮伫每一日拢是新创造的头一日，永远无煞。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请咱同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咱同齐来分享。咱即礼拜拜三的北克里圣经学堂，咱是实体的聚会吼，所以邀请咱大家，咱会当踮伫拜三的暗时8点，咱的地点是对面松大教室遮吼。即礼拜拜三的题目是如何带领新的朋友来做礼拜，所以欢迎咱大家，若是有兴趣的兄弟姊妹，拢会当同齐来参与。好，咱嘛欢迎有2位姊妹转职进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头一位是蔡琴姐吼，蔡琴姐今仔个有来，蔡琴姐伫遐，蔡琴姐伫遐，蔡琴姐对富强教会转职踮伫咱中间，第2位是恩惠，恩惠踮伫后壁，恩惠踮伫后壁。好，咱欢迎因会当加入踮伫咱的教会中间。好，搁续来咱。即礼拜是部会周，所以嘛，请咱的部长来调一部员来开会。后主日咱要踮伫第2堂，礼拜后来调开中职会，所以请咱同工会当同齐来参加。好，过来咱对今仔日周报咱有夹今年度2024年的规定奉献地啊吼，所以嘛，请咱会当使用这个奉献地啊，来成做咱今年度的奉献。好第3项就是今仔日下晡北美洲台湾人基督教协会因有50几位对北美转来的牧者会友因即礼拜踮伫北部甲南部有因的训练课程下晡安排要来教会遮参观所以嘛为着因的出入来代祷。好，过来咱的会计的检查踮伫1月14甲21 2个主日，所以嘛，请咱负责的同工会当同齐来注意遮个时间。好，咱今年度的会员好会会定伫2月25来举行吼，所以嘛，请咱各团契遮个资料会当请咱踮伫1月21进前，将咱要踮伫好会手册顶面的资料交伫办公室遮吼，所以来。帮助咱的干事会当来处理这个部分，所以咱会记哩这个时间。好，过来咱的读经运动预告都要结束啊，所以未读了会当赶紧来读，也是要踮伫这3个月内底赶紧把圣经拢读了一遍嘛是袂歹，这都是下定决心的头一日。好过来另外一个补充的报告是，我收到消息，咱拜1明仔载下晡，迄个偌清德的车队要对咱教会头前经过，要对东门陈家经过，车队要经过到伫要入台南市，所以若是有想要参加来的人吼，咱就是2点半会经过吼，所以就有意愿想要参与来挥手的。会当踮伫遮参加，小美琴甲热清德是分开的，所以小美琴的部分我还未收到迄个进一步的消息吼，所以目前我知影的是明仔载下晡2点半，车队会对东门城经过咱的教会，入去到伫市内，吼，所以以上我做遮的报告吼。好，咱三个来读本周的金句吼，读2遍哦。预备来，上帝讲，就有光，就有光。创世纪1章30个一摆，上帝讲，就有光，就有光。创世纪1章30。好，来上映咱斗阵来吟圣诗第391首，吟煞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天定主宰，从造天地高派，包括万民，能当地破天下，
领受上帝的祝福。主今仔日是头一日，是阮领受会议的头一日，是阮经验新创造的头一日，是阮下定决心跟对你的头一日，是阮会当踮伫每一日经验稳定的头一日。愿阮踮伫一生的中间，拢经验你创造的头一日。愿天父上帝会疼痛，耶稣基督对世个我，放伫咱逐人生命中间的快乐甲愿望，照着圣神的运行，推动咱踮伫每一个头一日，荣光上帝的名，对答直到永世代。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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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